近年興起 City Walk 旅遊模式，不少內地遊客會於小紅書分享香港必去打卡位，從不同角度感受不一樣的香港，發掘另類的香港之美。不過，有小紅書網民發文分享10個中伏打卡位，表示有些景點現實與相片不相符，全靠後期執相營造氣氛，勸大家千萬不要去。重慶大廈作為王家衛經典電影《重慶森林》取景地，為大廈內的氣氛與空間，加上龍蛇混雜背景，令到內地網民不禁力勸女生勿前往獵奇，以免發生危險。至於夜繽紛熱點之一的廟街，被內地網民形容為紅燈區，其夜市性價比不高且品流複雜，同樣勸說女生不要獨自前往。深水埗區為電子零件、相機、二手攤檔集中地，不過內地網民形容真的好亂，且環境老化又雜亂。但有網民認為入夜後有不少檔主擺地攤，販賣二手拾荒物件，也是該區的特色文化之一，值得前往體驗。堅尼地城、彩虹村以及西環泳棚也是小紅書上熱門的香港打卡位。有網民指拍攝堅尼地城日落照時，背後真相是大班遊客擠在鐵絲網後找尋最佳角度，沒有濾鏡下的景色淡然，現場有不少蚊、蠓，天氣悶熱時更感不適。至於彩虹村特色的彩色樓宇外牆，在小紅書上顏色鮮豔，再配上藍天，實為美景。唯現實是外牆已褪色，沒有後期執相效果的話，難以拍出鮮豔顏色。西環泳棚與大海打卡幾乎零距離，陽光下更是拍出波光粼粼的景象。為前往當地時要上下坡，現場蚊蟲多，泳棚不穩，要小心個人安全。旺角金魚街常於小紅書上被推薦前往，網民均形容水族店很好拍，但事實是大多店鋪標明不准拍照，甚至會引來店主責罵。更有網民曾發文指到金魚街打卡時遭老闆喝止趕走，更有稱拍照被收1000元，令內地網民不解為何被推薦。